上哪里？为何在此先走不测？相聚你当今不须嫌藏寡心，邀月曾怀门今宵与你亲，父母丧亡同是天涯旅途人，萍水相逢山深林。公子，此今你营帐摆枪，似乎为得家乡。这，你为乡团母万须宿舍，这个银子苦做半费。哦，不，哎，恩人，我有话请讲。方才这位恩人拼死相救，我早已死在那七日棍棒之下。小弟一个愚兄你就进来，这是不管高攀。哎，与你相交真行无益。我年18，我学长2岁，此次你我得天一拜。好。表兄，你匆匆滚来，还有何事？表弟，你见我燕山王府的亲，路途遥远，累你举手，你亦不开，故而得来送你一程。谢表兄深恩，有劳相送。哦，这位是？这位是我刚结交的你的方公子，这位是我的表兄张宽。天色不早，小弟告辞了。力度小心，后会有期。表弟，哎呀，表弟，你若不见官王府曾豪门，王姓
小弟容易听着飞花声，此一曲旁的高清不凌云，从今后啊，富贵荣华富贵相依生啊，啥么富贵荣华相依生，定情事两家同道谁忘恩？到什么小弟容颜谁花生？我与他青梅竹马两情深。表弟，我枉为你担心啊！担心什么？表弟，你父母丧亡10年啊，与王府举断往来偏陌生，此经历一双空手去头天，你若不拿回家里人，请表兄放宽心，我与那真子保山为平啊！真子保上，可不让我见识见识。好，表兄请看。哎呀，稀世珍宝，难得见到，难得见到。哎呀，不好，表弟，有狼，狼在哪里？哦，狼在这里啊，狼在哪里？表弟，快到，快到！表兄，狼在哪里？狼在这里。巧计得得真自上，冒名顶替去高清旁。
哦，老夫落日大人沿袭原来道路，怎能喜上加喜，夸夸有情？是，欲请姑爷。岳父大圣在上，小婿杨玉成大礼拜见。上门申请与何为别？为民愿有真子报杀，岳父请快。快来接过两位大人。是，小人杨玉成参见两位大臣。免礼。这位就是燕山园林方大人。是，拜见方大臣。哦，起官起官。王大人，贵须英俊非凡，因此文在山中，前程无量啊！请两位大人花天用举，请。可请口中召集来啊，与翁君。门上苦于生财，来了。你是何人？到此作证。小生杨玉成前来对亲，有劳同报。怎么又来了一个杨玉成？你且稍退，有请老爷。丁老爷，门为杨玉成就见。哎呀，岳父，想我那家乡年年祸乱，应算是亡命之徒前来冒称官亲。言之有理。下院在把他轰走。是。哎，这这是为何？杨玉成早就来了，你尽管冒称官亲。呀，妻子，定是张焕他害我之后冒名对亲，待我闯进府去编一个真假。哎，去不得，去不得。杨玉成拜见岳父。都大胆刁民，尽管谋生官亲，该当后菜。岳父，我乃是真的杨玉成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是张
你的胆子倒不小，杨玉成好好在此，你竟敢以假乱真，冒认官情，难道你不要命了？你这个衣冠禽兽！岳父，我是杨玉成。岳父，我乃是真的杨玉成，他是假冒，他是假冒，他是假冒。嘿，两个都在杨玉成，哪个家来哪个人？老夫为官肃敬人，派来公安守交办。杀女争执难决断，开设伏笔总法正。当年相争为平反，政治上是我亲手送衙门，这珍宝是无双难将吗？谁与报应谁是真？哎呀，岳父，这真子宝上乃是我亲手奉上。严氏放心，老夫那位长官里的圆缺好人。岳父，你可称岳父与何为别？为兵原有真子宝山，谁知被他花言巧语骗走之后，呸！你又不是3岁孩童，岂为上当受骗？岳父，乱叫岳父，瞎了你的双眼！岳父，岳父，张宽，我骂你这张宽！你，哎呀，岳父，他骂你是长官，长官就是吞官，吞官就是昏官。来人呐，将他当场捕去！岳父，岳父，岳父，你与我狠狠地打！好的，与我狠狠地打！深藏为戏下了言，有子孙不可领送，我把家岂能上小计，无杀泥潭。神通
开。上乱读乱写，难道你不怕我家老爷忽然降雨，再打你的帮助？还愿不罢，恨气难消。你愿望写在墙上有啥用呢？我要让小姐看到我的死去。我家小姐回到这想我来。请问大姐，你是何人？你问我嘛，你听了。西大打黑大，雷上打雷响，王府小姐离不开我，谁人不知我小丞相？原来是丞相大姐，请受小生一礼。不公当，不公当。不知你有啥愿望？大姐呀，王夫儿谁来对亲，一个将来一个娃子，谁知真的便接下去，家的尽当作所上的大姐既是怪方女，肯去慈悲是差异，眼前我郎做泪冤，请你做个白我看他气度不法，冒英俊，不想为非做大臣，上恩帮忙学作义，我岂能来一旁观不理情？请公子等一等，待我把此情报与小姐听。多谢大姐。我还不知小姐的心思。再说府里已经来了一位姑爷，要是被老爷晓得，我是何担当得起呀？哎呀，这公子，我看你还是忍气吞声，回去算了。没用小姐，你可知情吗？小姐不知想为还有一个姑爷，要是上当受骗，误了终身。呀，这。公子，小姐3年4千唯一能把恨家别，你些事来我转情。
此今母是落难之身，身无分文，到此去安生哦。公子，你来看。前面雨中是雨压台，四妹河上多自悲，你咋天安生在不门，披上袈裟把布纱配。每日向往把木鱼敲，眼睛不停看花香味，小弟嘴开花会，我因他愿中与你来相会。不谢他罪，不谢他罪，不谢他罪。苦人已相邻，杀在今世结不断，花墙此侧苦难尽，今向杨柳成敌。须挂我看
告诉你，叫我快快，叫我快快嘛！丞相，哟，原来我是姑爷弟的事，难怪小姐这么爱他。你不要装糊涂了，这事情哪里来的？咦，事情在你手里，我怎么知道啊？要不是你拿来，难道是老天爷送来的？老天爷哪有这么好的热心呀？老实告诉你吧，这是我拿来的。丞相，你做事好无赖，替人传是他不该。小姐呀，我啥不把事来传，故意听说将我归。自己我替他报了我态，你又怪我胡乱来，我好比老子钻进风箱内，两头受气真太娘呆。小姐呀，丞相受气还不爱，不义的心事，你须解开。丞相呀，这事可是他亲手写，是他亲手写出来，其实可人亲近，还是我替他妈妈帮爷。容貌虽变，心未改，人世几个全情为。他倒是府里的姑爷，请别写。哪晓得写诗的姑爷早办当成，在府外。早知看府外的姑爷是真恩情，府里的姑爷是毛配。老爷小姐多生鸦片，丞相你真把那计来解开。小姐，你啥才愿起步呀开？尽了事与欢喜来与你猜，是今姑爷在府内，你要不明着与他明示大对是本才。
小姐呀，我思来呀意，仔细想呀，小的年纪也不拉轻，哪有心思谈正经？银子八百，不必忙活做生意，花前月下请，请我在称他的心。今朝末黑，我随起身梳妆玻璃莲花镜，指望小姐东方心，鸳鸯的烟火落不用姑爷，姑爷，小姐来了。小姐在上，若称这下有礼了。还礼。姑爷，小姐请你代替作诗一首。啊，要作诗，要夸哦，水莲，怎么只有这两个字？水莲，姑爷，你最难得了。哎，读书之人，吟诗达旦，哎，与何难哉？哎呀，与何难哉？那你快坐呀！啊，水莲，这有三寸金莲，哎，哪里来的水莲？哎，观音小姐所莲的。哎，姑爷，这有观音娘娘，你怎么变了观音小姐？哦，娘娘们原先就是小姐，哎，小姐有了是一郎君，不就是娘娘了吗？小姐，姑爷的第一句是观音小姐，这第二句，哎呀，这第二句，哎，谁知雷子送喜来？姑爷，谁知雷子的是扬州观音，送喜来的是松子观音，你怎么混在一起了？哦，又要扬子，又要松子，哎，不上忙一点，哎，有啥关系啦？这第三句，这第三句，哎，荷花那有芙蓉美？姑爷，荷花不就是芙蓉吗？在肤色上面加上一横，不就是小姐的芳名没用了吗？姑爷，做事我要翻书。哎呀，你不要逼我啊！这第四句我实在是想不出来。哎，我
还是在书上抄上一句算了。奉门进士为君开，小姐，姑爷写好了。小姐，姑爷，小姐请你连带。啊！我要带哭，听好，小姐的上联是“连生育女不算无”，连生育女不算无，连生育女不算无。哎，我得御有3年为当官。红莲转子有人踩着落水，红莲转子，他吃红，我得白；他吃杂，我得黑。听好，白玉灯塔乃是越黑越香。越喝越香当面是在罗城乡，兴许再不了吹模样。昨日好事比他做，王妹有名王子英，登是良。来用吗？我这边判手，人家菜我不满八顿，也有7-8顿。难道我落了马甲，出了村？敲你背，老爷为公。参见岳父他臣。老夫宋克刚为你在此做事。哦，小婿在此做事啊。哦，拿来我看。岳父大人，你为国为民，日夜操劳，还是保养精神要紧，还是让我来念给你听。连生于你不算无。玉露
武阳关正月外，自必点出满自己，真子万大杀财劫。好事，好事。